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食品安全，最近是出袂少的问题。王品集团旗下的楚华甲香辣这两间餐厅，到4月初8暗时8点为止，通报吐骨流的案例已经有82例，其中阁有个案检验出是感染到诺罗病毒。医师是认为讲，恐惊是总破破病搁去上班，才来致使到污染，因为诺罗病毒是爱伫个人体才会当来生长。啊，是律师是讲，调查了后，若确定是总破造成食品的中毒，会依照食安法来罚款。王品集团食安风暴继续摊烧，台北市卫生局统计，一直到昨日暗时8点为止，粗话32例，向热50例，两间餐厅总共82个人落下吐甲送病院，其中各有个案检验出诺罗病毒。那目前裁剪的人数是20人，另外也会做手部、还有刀具、还有砧板的这些所谓的试纸啊，就是去做环境检体的采样，那目前都还在检验当中。除了环境，糟蹋员工的手甲刀具嘛拢爱采检，因为诺罗病毒含细菌无同，医生咧药讲会食物中毒，可能是因为人体本身就带病毒。最恐惊是员工破病佮走来上班。病毒本身没有足够的一个细胞器官呢，所以它的生长呢完全都是要靠活的细胞啦。意思是说，它光放在食材上是不会生长，它需要在人体里面寄生，在人体的肠道细胞上才会一直长。一个集团里面呢，应该是有人本身有诺罗病毒。诺罗病毒它传播能力非常快，潜伏期大概1到2天就开始发病。台北市卫生局宣布设转诊，在4月初2到4月初5期间，捌到2间餐厅食饭的民众，若是胃肠无爽快，会当到台北市联合病院仁爱甲中兴院区特别门诊来挂号。是讲，若真正是总破塞的问题，业者恐惊就爱互处罚。食品从业人员生病，就是应该要请假，不得上班，就是害怕他们有一些传染疾病会透过食品传染给消费者，所以这有明文规定了，如果稽查属实，就可以依照食安法开罚。食药署表示，员工若破病上班，致使民众食物中毒，上悬会当罚2亿。若是代志严重，根据食安法，恐惊个爱移送检调来办理。不过这一切拢也是爱等食药署继续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